的一年，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全赞美你，你知道我最深的一面，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座位，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全赞美你，你知道我最深的一面，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座位，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一同站立，不论你正面对什么困难，只要仰望神，他必为你开路。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神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宣告你一直都在。我们拍手，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弟兄姐妹，请坐。不论我们是在高山还是低谷，神始终牵着我们的手。当我们软弱时，神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疲乏时，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
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不论未来还有多少风雨，我们一生都要紧紧地跟随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原本空虚的人生有了真正的意义。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一生跟随的方向。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次立志，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跟随你到底。
无论前面的道路是平顺或艰难，尽管有风雨、有挑战、有软弱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智，使我们仍然不放弃，专心仰望你，倚靠你。主啊，也求你悦纳今天的敬拜，无论是讲道的人或听到的人，让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生命一天，使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像你。愿我们的一生都成为恩典的诗歌，见证你拯救的恩典，直到见你的面的日子，仍然跟随你到底。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咱即时来启应，启应文32篇，诗篇130篇，请咱做伙来启应。上主啊，我对亲恩求救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徛袂牢？总是你为下面人，互人通敬畏你。我迫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就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只有伊为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长老教会总会定每一年3月的第1个主日是妇女主日，今天是3月1号，就是妇女主日。而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妇女主日礼拜，我们踊跃的邀请我们的姐妹，能够一同参与在整个礼拜，还有整个设计的那个服事中哈。那而今天我们迦南教会的妇女姐妹们就组成了一支联合诗班啊，就为了今天的献诗，然后我们特别邀请我们的牧师娘来帮我们指导，同时我们也邀请了敏哲长老帮我们导了一出短剧，由4位姐妹联合演出。这个时候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观赏这一出戏，叫做《它不是理所当然》。有些付出因为天天发生，就被当成理所当然。那个咖啡渣要拖干净哦。好，我有看到。那小孩的玩具要收啦。好，知道了。那个母亲节的礼物啊，要记得哦，要记得买哦。哦。还有那个老爸的处方签也到了，要记得去拿。好，知道。手机账单要记得去缴哦。还有那个陈妈妈要嫁女儿啦，丁家要娶媳妇啦，你要记得去帮忙哦。好，还有什么事？楼下的警卫室那边有信跟包裹你要记得去拿回来。哦，好啊，等我一下。我的咖啡包没了记得买哦，不然我都没咖啡喝了哎。好，我知道。小孩的功课你等一下帮他看一下那成绩很不好呢。我的计划书用好了没？我等一下去办公室一趟。哦，好，我去找一下。教书在这里。我的老婆真好用，什么事都交给她就对了。老婆，我要去办公室一趟哦。哦，好。她不是没有声音，只是习惯把话吞回去。大家好，我今天跟阿明有一个很重要的邀约，我现在来办公室来等他。阿龙啊，来看一下，我熬夜赶出来的
企划书。阿明，你来了，你先坐，你先坐，坐着先。看一下哈。阿明，你这次的企划案超出了你平常的水平嘞！好好好，哇，那我知道就好了。好，那我们合作愉快，加油！好，加油！老婆，我回来了。哦，老公，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好累哦，什么事？你是不是觉得我好像应该什么都要会？啊，不就是这样吗？哦，啊，每个家庭、每个太太、每个妈妈，不就是都这样吗？啊，大家都很累，我也很累呢。哦，你这样想，哦，哦，你的付出值得被看见，你不是工具，也不是背景。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造人，男和女。”老婆，你的话我昨天想了一夜。我习惯了你的付出，我觉得你很能干，所以我什么都交给你。却忘了，其实你也是个人，你也会累。老婆，对不起，其实没有了你，我什么都不会。对不起，以后我会改进的。等一下，我还在煮饭呢。不用，我来，给我吧，交给我吧。真的吗？老婆，你请坐。来，请坐。这么好？这样的，我来，交给我吧。哦，谢谢。你真的可以吗？我没问题的。哦，这么感动。哇，今天我要告诉阿明一个特大好消息，我要来找阿明了。是这里吗？他的家。叮咚，我来开门哦。来，老婆，坐着，我来了。太好了，没问题的。阿明，你来了。对，阿明你好，我今天要来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来，阿明，我跟你介绍一下。等一下，你好。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上次的策划案，总经理批准了，按照这个策划案来执行。太好了，太棒了！好了，我跟你怎么样？来庆祝一下。我跟你说，这个企划案其实是我老婆做的。哇，嫂子，你太能干了！哇，这么能干，一定要握握你的手。你怎么这么有眼光？没选到错，上帝帮我挑的。哇，恭喜！谢谢。尊重妇女不是给她更多事情做，而是给她们应有的位置、声音和尊严。尊重不是因为他做得多，而是因为他是神所爱的人。
感谢耶稣深深的爱我们，感谢耶稣聆听妇女的祷告。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这么说：你们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通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合呢？这节经文在强调基督徒在信仰与生命的方向要分别为圣。这节经文也特别会用在婚姻里的2个人或2个家庭。我们知道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丽英执事的故事。牧师、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丽英。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是第3代基督徒。对我来说，信仰就是一种生活，没有去比较过别的偶像神明到底是怎样存在的。父母虽然都是第2代基督徒，但是生活却是充满坎坷过程。家庭里的不和睦是非常不好的见证。身为基督徒的父亲，让全家陷入财务、婚姻的种种困难里。小时候为了躲债，常常搬家流离失所，所以母亲觉得是不是基督徒也不是那么重要，于是允许我嫁到非基督徒的家庭里。在结婚以前，我不明白什么叫做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年轻的我也没有想得非常长远，不明白许多的冲突点都会跟信仰有关系。我想就是他信他的，我信我的，日子也许就是这样吧。但是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婚姻是从一个家庭嫁到另外一个家庭里，并不是只有2个人的关系。在这个婚姻里，我看见婆婆每日敬虔的拜拜，虽然在婚前双方家长就已经说好，我是不拿香不拜拜，孩子也不能带去教会，要等孩子长大自己决定他们的信仰自由。也就是说，我不能主导他们的信仰。其实不去教会就不去教会啊，去教会也不是出于我的自愿。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信仰对我来说也许就只是生活习惯。在结婚以前，教会有一个长老告诉我，也许他只是开玩笑的吧。他说，你若是嫁到那种世俗人的家庭，他们以前都说世俗人以后大概也不会去教会了吧。我心里就想，我才不会如你所愿，无论如何，无论去哪里，我就是会去教会，立定这个个人心志。尤其是我的母亲也是耳提面命的一直讲，去到北部最起码一定要去主日礼拜。一开始来到北部，因为工作与孩子的关系，每周6日我就去基隆婆家，然后主日礼拜我就自己搭车去基隆的大五轮教会。平常如果在桃园主日，我就来嘉南教会，因为平常我住在桃园，在台北工作，所以这个大五轮教会的牧师他也不会要我做这个固定的事工服事，于是我就乐得做一个所谓的平信徒。但是因为答应母亲还有那一位长老的一句话，我是持守主日礼拜的。婆家就只有儿子一个男孙，所以在婆婆的眼中他是最特别的。尤其当年儿子让婆婆带3年，所以她特别爱这个孩子，也就是蔡以诚啊。婆婆带她拿香拜拜，教她看见经过庙宇看见偶像神明，就要双手合十拜拜。当年我看到孩子这个行为，我心里被重重的刺一刀，但是也是无可奈何。当时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我告诉我的母亲，她说：“这是你选的啊。”也就只能为孩子祷告，一切上帝都会预备开路的。某一次回去娘家，母亲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明日教会有圣礼典，问我愿不愿意带2个年幼的孩子去受洗。一开始我说我是很希望他们2个受洗，但是我婆家可能不会答应吧。牧师说：“你放心，以后的一切上帝都会负责，你就只管去做吧。”
于是我就想，好吧，上帝说了算，我就顺服。于是隔天就带2个孩子去受洗。在以诚国小的阶段，他非常的不乖，每2年换一次导师，都被老师要求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有 ADHD， 也就是过动症。但是每次检查数据都是正常的，详细我就不在这边讲。反正就是非常的不乖到非常离谱的行为。然后他们父子常常发生许多的冲突，我就说，要不然我带去教会看看是否会有影响或是改变啊，总比以后去问黑社会好吧。但是他就是不肯。大概在国小到国中的阶段，这个孩子根本就像是脱缰的野马，老是做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们认识他就知道他的个性。因此，我被学校的主任老师约谈很多次，他也被列入学校长期辅导的名单里。危机就是转机，直到有一天，我先生再也受不了了，他就说：“啊，我没有办法了，你就带去教会试试看好了。”我心里好感动，我相信上帝就要出手了。于是，首先我就带来迦南教会的夏令营的营会，我把这个孩子摆在祷告中，求上帝开路。希望教会能够吸引他，希望上帝能够亲自带领他，于是他就来了。直到现在，大概过了6、7年了。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当苦难来临时，我也是有说不出的痛苦。虽然我常常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还好我的背后有上帝，在小组里也有一群属灵的姐妹一起带导扶持，让我可以一次一次跨过眼前的困难。上帝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就如同申命记33章25节，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哈利路亚，归荣耀给主。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妇女主日，那我们能够透过诗歌、透过演戏、透过见证，我们知道我们的妇女棒不棒？请弟兄要多爱你的妻子，请教会也要多珍惜妇女们，好吗？好，来，咱这时来吟信息77首，约旦河边约翰公民，请起立吟全首。心。
谢。请郑丽珠长老来攻读上帝的话。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4章46到54节，约翰福音4章46到54节，我来念台语的。耶稣搁登去加利利的迦南，就是伊捌用水变做酒的所在。伫遐有一个加百农的官员，伊的囝破病，伊听到耶稣对犹太来到加利利，就去求耶稣落去加百农医治伊的囝，因为伊的囝伫要死啦。耶稣甲伊讲：“你若无看见新约基督，一定袂信。”迄个官员应讲：“先生，请你伫我的细囝还袂死以前落来去。”耶稣甲伊讲：“转去，你的囝袂死。”迄个人信耶稣甲伊讲的话，就转去。伫路中，伊的仆人拄着，甲伊讲伊的细囝活起来啦。伊就问伊的囝什么时好起来，伊应讲：“昨下晡1点。”小热就摕去，老爸知影，拄拄迄时，迄个时，耶稣甲伊讲：“你的囝袂死。”伊家己信，全家的人嘛拢信。这是耶稣对犹太来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2个神迹。以上。这个时候，我们邀请陈牧师来讲到，他所要讲的题目是神迹2：全家信主，全家信主。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要邀请大家给我们教会的妇女姐妹们，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感谢，谢谢他们在今天的预备还有服侍，花了虽然没有很长，但是他们很用心在预备、在设计、在规划。我要邀请弟兄来跟牧师一起说：姐妹，你真棒。然后呢，邀请姐妹来跟牧师一起说：弟兄，我会帮助你更棒。弟兄，我会帮助你更棒。阿们。好，上帝要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互相帮助哦。好，看见我们的姐妹能够上台来服侍，有没有期待我们的弟兄们也能够上台来服侍呢？有，但是我们还没有弟兄团契哦。好，我们今年教会恢复妇女团契，好，那我们透过今年的妇女事工主日，好，我们除了为妇女事工来关心带祷，好，那也鼓励大家来为妇女事工来奉献，好，那这一些小小的奉献呢，好，是要来帮助妇女事工，除了江南教会、新竹中会，甚至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好，都能够透过我们大家好对妇女事工的奉献呢，好，能够坐在每个妇女姐妹们的身上，好，如同刚才丽英执事的分享，好，嫁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家庭，好，但是呢，如今呢，好，她能够重新获得教会的生活，还能够成为教会的执事，有一天就会成为教会的什么？长老。好，那可能就要继续好在教会当中来服侍啊。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那要透过牧师，要透过今天的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全家信主啊。今天这段经文呢，好是耶稣所行的第2个神迹。第1个神迹我们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所讲的，在哪里？迦拿，然后使什么？水变成酒。好，这是耶稣所行的第1个神迹。但是呢，在约翰福音当中也记载耶稣所行的第2个神迹，也发生在迦拿这个小小的地方。这个小小的地方呢，好，约翰特别记载耶稣在这里行的第2个神迹，因为有个大臣，这个大臣他是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官，他的儿子孩子重病快要死了，所以呢，他必须要走一段好将近32公里，来回呢就几公里，64公里的路来去求耶稣。他要求耶稣怎样？求耶稣来回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看了各样的医生在那个地区找遍了各样子能够祷告的能够行医的但是都没有效。他不想要失去他的孩子，所以他听见耶稣在迦百农，所以他就走了32公里。那我请 Google 呢帮我们计算一下，从这样子迦拿走到迦百农，一趟路呢32公里要走多久呢？好，他写都不休息
7小时39分钟就是要走8小时，再加上休息有可能一个人可以连续走8小时吗？所以一定要过夜，他可能还要在路中还要过一夜。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大臣，你是这个父亲，在走这个8小时的路程当中，你会希望怎样？用你最快的速度，但是呢，因为路实在太遥远，所以他必须还要在这个路上停留一夜，才能够见到耶稣。他也有可能在这个回来的时候，孩子怎样？可能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可能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了。但是呢，这个大臣呢，他却带着信心来走上这一条路，走上这条路。透过今天的信息，牧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第2个神迹全家信主是怎么样子的重要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参加主日来敬拜你。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无论我们的家人现在所在何处，无论他的心门是不是已经向主耶稣来打开，但是主啊，我们都恳求你的帮助，恳求你圣灵的动工，使我和我家都能够来敬拜你，也能够来服侍你，还能够来荣耀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通常在教会当中，有几种不同教友，有没有听过教友？台语安怎讲？教友，教友，教会的朋友。然后呢，还有呢，会友。如果你听到说这是教友，如果有没有人跟你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教友？有。那什么叫做教友呢？有教就有，然后呢，没教就没有。所以你想要当一个教友吗？就是叫你才来，有教才有，没教呢就没有。但是会友呢，开会的时候就会有，没有开会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你要当的是什么呢？信徒，还要当一个什么？门徒。耶稣希望你当一个教友，还是会友，还是信徒，还是门徒呢？跟你旁边人说，耶稣希望你当他的门徒。牧师也很期待我们迦南教会的每一个会友们，不是教友，也不是会友，也不是只有信徒，还能够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就是紧紧来跟随耶稣。这个大臣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的46到47节。请大家再来读一次，请。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从前他变水为酒的地方。那地方有一个官员，他的儿子在加百农害病。他一听到耶稣从犹太来到加利利，就去见他，求他去加百农治好他那病危的儿子。好，谢谢。那在这个礼拜呢，牧师的岳父蒙主恩召。好，那在岳父蒙主恩召，大概他住院了3个礼拜的时间呢。3个礼拜时间呢，我的岳母她一直想要能够，因为她也照顾岳父，岳父得了肺腺癌9年的时间，所以这9年呢，都是在陪他一起来抗癌，一起来走过这个治疗、化疗、标靶药的过程。那在这个住院这段期间，因为岳母呢晚上都留在医院陪岳父，她不想要请看护，想要自己来照顾，所以这几个礼拜的牧师娘也都要白天呢去跟岳母来交替。所以我算一算呢，这个不是岳母，牧师娘，她要去这个台北国泰医院的一趟路，刚好也是32公里要搭车。好，那她说呢，她每天要坐2个小时的车去那边陪岳父8小时，好，然后到晚上再坐2小时的车再回来，然后换岳母留在那医院当中。不过呢，这个岳父呢还是蒙主恩召。好，不过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真的是陪他觉得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在他要走的那个晚上，这个全家人都聚集，都在一起，然后唱诗祷告然后每个人都对阿公爸爸说感谢的话、祝福的话，然后就跟他说爸爸你好好休息，晚安。好，如果耶稣把你带走，你就跟他去；如果明天你还在，明天我们再来看你。好，
那所以这个穆斯林的弟弟就是我的姑啊呢，好，就在陪岳父在晚上3点多的时候蒙主恩召，好，他甚至还录影给我们看，好，说这个心脏呢，心跳就这样慢慢非常的平息，真的就好像是睡了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呢，好，都会遇到疾病，遇到死亡，但是呢，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好好的来预备。我觉得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舍不得，会很难过，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跟这个人说什么道别，好，而且呢要道谢，还要呢道歉，好，如果你跟他关系不好的话，就要怎样道歉，然后再来呢还要道什么爱，好，告诉他你很爱他，你很珍惜他，最后才怎么样道别，好，所以道这4个道呢，好，就是让我们能够好跟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常常都能够做好这样关系，或许哪一天上帝把我们接走了，我们也不会觉得心中怎么样遗憾。好，最怕的就是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告诉他我很爱你，我很谢谢你，我很对不起你，我很希望能够跟你好好的珍惜你。但是当我们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相信，好，当神把他接走的时候，或把我们接走的时候，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所以感谢主，好，当岳父被接走的时候呢，全家人都在很快当中，好，让岳父穿着这个他最帅的衣服，好，然后从医院里面好抬出来，好，那在送别他的时候呢，好，觉得人的生命好是非常的尊严，好，也为我的岳父呢，好，他能够这样子的安息，好，来献上感恩。但是这个大臣呢，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犹太人当官呢，好，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那个税吏马太，或是呢在福音书当中记载的那个撒该。这当官呢，好，是跟一般的犹太百姓是不相往来的，好，甚至是有位阶差别的。可是这个官呢，他寻遍医生，到处找人来治他孩子的病、儿子的病，但是找不到，所以他不得已只能够放下身段去找谁？去找耶稣啊！可是耶稣呢，好，他在这个经文的前面，第4章的前面呢，耶稣却说。先知在本乡是怎样不受尊重的？耶稣在加利利，在他出生在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可是在那边呢，却没有人要尊重他。可是这个犹太人官，他住在迦拿，可是呢，他真的是没有无计可施，他就来找耶稣。所以他来找耶稣说：“先生，求你，求你。”他来求耶稣来救他的孩子。那在1月份的时候呢，牧师在讲台有邀请大家去看一部电影啊，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啊，你们不用举手啊，但是呢他已经呢已经成为这个台湾史上国片票房最高，已经来到6亿多，接近7亿啊。破了10几年前，快20年前的《海角7号》5亿多的票房。为什么这个故事的这个电影的票房这么好呢？因为它的内容剧情呢，非常的感人，描绘呢，在这个女子的监狱当中，4个成年的女子，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故事，但主角是这个妈妈。这个妈妈为了救她的女儿，她本来是想要占便宜，就是她的女儿刚出生，可以在监狱里面陪她3年。可是呢，她发现她的女儿需要看医生，如果错过了，她可能一辈子的视力、人生就变黑暗，变最黑白去。所以呢，她放弃跟她的这个女婴可以在监狱当中共度的时间，让她的孩子、女儿可以出去被人家领养，被人家来收养。所以这故事呢，非常的感动人这个哭让很多人这个哭红了这个眼睛还哭掉了一整包的卫生纸那还甚至有人哭到隐形眼镜都掉出来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剧情呢，真的让我们看见一个母亲。虽然今天这个剧情今天这个经文并不是一个母亲，是一个父亲，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爸爸，无论或是妈妈。对自己的囡仔，叫你要照顾，叫你要疼他。刚才这个慧兰姐在演这个贤妻良母，有没有觉得很像你的妈妈？
然后呢，这个爸爸坐在那边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像你的爸爸？啊，希望呢，这个礼拜我们有333的祷告会，就是要来分享，夫妻2个人同心，我们要怎么样为我们的爸爸、为我们的妈妈、为丈夫、为先生祷告，而不是那个刻板的形象啊。我的岳父也叫做阿明啊。但是我的岳父阿明呢，都是他在拿拖把啊，而且呢，都是他在扫地，都是他在倒垃圾啊，所以这个阿明教出来的孩子呢，都很儿子啊，儿子还有女婿呢，都很会拿拖把很会倒垃圾这样子啊，我也是我岳父教的这样但是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导演他呢写了这一段话，我们来读读看请。太阳看起来很公平，无论犯人或凡人，只要愿意走出阴影，迎向光明，都有机会被照耀。这个电影非常的正面，发现说在最黑暗的监狱当中，人生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已经混了黑社会，不管是诈骗啊、杀人啊、恐吓啦、偷窃啊，来到监狱当中暴力。但是呢，在这个最龙蛇这个蛇鼠混在一起的地，蛇鼠什么？杂处反正呢就是按那几瓜加的角头啊，大家拢伫缸啊内底，但是呢，却能够看到人性当中的光明这是这部电影最感人的地方。我们读了昨天读了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请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的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希望你全家信主的，请举手。好，你的全家已经信主的手请举着，全家已经信主了。好，请放下。好，大概是不到1/5。好，手请放下。所以我们还有4/5的人，你的全家还没有信主。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2个神迹就是全家信主。全家信主第一步叫做放下。跟你旁边说，全家信主的第一步就是要放下，就是要放下。你想要看到这个神迹发生在你家吗？你想要看到这个神迹？虽然你可能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但是有可能你自己建立的家庭，你自己所生出来的孩子，他也不一定会跟你来信耶稣，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全家信主是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的第一步叫做什么？放下，像是这个大臣一样，放下他自己，成为一个大官，成为一个官员，成为一个父亲，成为一个爸爸。他愿意走30几公里的路，去找一位叫做耶稣的，听说他会为人来医病。只要他能够为人来祷告，他的病就好了。而我们继续来看48到49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官员回答：“先生，求你在我儿子没有死以前，同我一起去。”这个官员他来见耶稣。但是耶稣给他的话有没有让他满意？没有。耶稣怎么说？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耶稣知道人来求他的时候都是怎样，想要看神迹。哎呀，没有钱了，来求耶稣，恕我吃，恕我穿，恕我欠钱，唔免还，过红灯唔免停，弄红灯还没拄到警察，还不会被警察开罚单。这是我们的想要看到的耶稣，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要看的耶稣呢，是那一位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没有想要看的耶稣呢，是那一位上帝所差来的羔羊。所以耶稣这句话虽然是在告诉大臣，但是也在责备世人，只要神迹，不要神。我们是不是这样？只想要看神迹，有神迹之后就怎么样？拍拍屁股就走了。有10个大麻风被耶稣来医治，医好了之后，有9个怎样？拍拍屁股，人就不见了。只有1个还记得耶稣，还要再回来继续跟随耶稣。我们是不是只想要看神迹，却不要神呢？
很多时候我们给孩子零用钱，你的孩子是看零用钱的脸色，还是看父母的脸色？当父母都知道，只要有零用钱，孩子就会出现了；没有零用钱，就这样，孩子就会消失不见了。做孩子的，你是爱钱还是爱你的父母呢？可能你现在已经过了零用钱的阶段，但是你是为了钱才在孝敬父母，还是为了父母、为了上帝的话而孝敬父母呢？当学生的，请问你觉得老师比较重要，还是成绩比较重要？都重要。有的人现在呢，大部分都觉得什么？成绩比较重要。这个老师用完就怎样？用完就丢了，就忘记他的老师是谁了。而当老师呢，也不会想要让学生记得。当老师呢，可能没有真的把学生当成是自己的学生，当成是门徒，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在教育他。所以大家只不过是一份交差了事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希望不是这样。至少在教会当中，教会也在开课，我们有开 A1。也有开 A2， 这个月我们要开始来上 A1、A2、A3。牧师自己期许，每一个来上课的，不是只有上完课然后就还给牧师、还给讲师，而讲师也期许，就是对每一个来报名参加的，不管是3个人来报名，或是30个人来报名，每一个上课的都能够真的是帮助到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怎样突破、成长和改变。那我再问大家，你觉得健康重要还是医生重要？可是呢，这些看好你病的医生，他把你的病医好了，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的？因为我有插健保卡，所以他就应该怎么样把我的病看好。你有没有真的好好去谢谢那些把你的病看好的医生呢？有没有？以前还反而比较会，现在呢？医生看好病好了，这是应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神迹，不要神。很多的时候，在现在这么方便的时代当中，我们都觉得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应该的，我们心里面就没有那个感恩的心，就没有存着那个感谢的心。但是耶稣在告诉这个大臣说，世人只要神迹，却不要神。但是在挑战他说，你是因为看见才相信吗？你是因为得到这个好处，得到这个利益才相信，还是你愿意先相信，你就会看见呢？耶稣在挑战这个大臣，这个官说，只要凭信心，不凭眼见。你只要只凭信心，不凭眼见。请大家跟我说一次，只凭信心，不凭眼见。这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保罗告诉教会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只凭信心，但是你不是为了要来看，而是你要先相信。当你先相信的时候，就会看见。阿们。耶稣挑战这个大臣，既然你都走了30几公里的路，而且呢，还希望我现在马上跟你回去，你要把耶稣请回去，耶稣要陪你走30几公里回去看病，你觉得可不可能，容不容易？但是这个大臣有没有信心？有他想说，我是个大臣，我来拜托耶稣，我走这么远来，耶稣看我的民主，他嘛会当对我行30几公里，安尼对台北行回去桃园，会当把我的囝救回来。这是他心里面唯一的希望。可是呢，耶稣却告诉他，神迹是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耶稣要给他的是信心的提升啊，信心的提升。我们一起来读50节和51节，请。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儿子会活的。”那人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在途中，他的仆人迎着他来，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耶稣没有要跟他走30几公里，耶稣要告诉他什么叫做信心。信心不是只有你来拜托耶稣，恕我加恕我请。信心是罗马书第10章第17节说的，信道是从哪里来？
听到来的。好，请跟牧师说一次，信道从听到来的。来的。你要相信，你要先听。那我再问大家，听到从哪里来？基督的话来的。好，所以跟我说一次，听到从基督的话来的。听到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章17节，说一次，罗马书10章17节。你要有信心，要先听。所以我们在今年读生命记，就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相信的话，你要先知道你到底听到了什么东西，你听到什么话，你听到什么样的讯息。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讯息，有真有假。如果你让你没有保守你的心，你先听到的是医生的话，听到的是别的亲戚啊，这个不好啊，哦，这个剩3个月啊，哦，这个没有医啊，好，这个 Q 嘎啊，哦，您这个囝呢，好，这世人好，这一辈子呢，好，只是哦没有用了。如果你的听是听见这样，而不是听见基督的话，你的信心就会被那个话给捆绑，被那个话给吃掉。可是呢，耶稣却对这个大臣说什么呢？去吧，你的儿子会活。啊，耶稣说：“我不跟你去，你自己回去。”耶稣说，只有给他一句信心的话，说：“你的儿子会怎样？你的儿子会活的。”这个大臣如果是你，你要不要相信？要相信。但是你要不要回去？要回去。啊，有的人呢，可能这个时候呢，他会选择：你现在叫我回去，我走了8个小时，好，可能已经还过了1夜，走了2天才来到加百农。我拜托你，我跪下来，我付钱给你，求你跟我回去。你现在也不跟我走，然后只给我一句话，一句话，回去，恁囝会好。如果你哪一天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我的女儿这个肠胃不舒服，胃这个食道呢，她说很不舒服，我也不晓得，过了好几天她才讲，但是那时候已经是初3的，已经到初3，初1才讲说她不舒服，然后给她吃药，然后才给她吃药，还是没有效，到初3的时候没办法，只要怎么办？找医生。过年的时候哪一家医院有开？只有急诊室有开啊。好，但是呢，我们就上网去查，他说有个健保 APP， 你只要打开健保 APP， 好，他就会告诉你过年期间春节有开的，好，然后就去找，之后发现怎么样？没开，好，然后又从 Google Map 找，好，说这个有营业中，去找之后发现也没开，然后呢，总共一直从第1家找到第2家，找到第3家，然后去找终于有开了。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边是洗肾中心，说洗肾中心，但是为什么呢叫做什么诊所呢？又叫做内科呢？说他们没有在看病，又继续骑着摩托车，带着女儿一间一间的找到了，终于找到一家有开了，第6家。这家有开之后呢，走进去很高兴，而且里面都没有人，而且有护士小姐就坐在门口。可是走进去的时候，看到桌上一个牌子，不妙了。”他说挂号截止，好，今天挂号截止，然后一进去问说你有没有打电话预约？没有，好，说请你明天早上7点半再过来，哇，所以说怎么办？然后就在是最后一家，这家没有的话，那么就回家自己吃药，自己祷告这样，就去了之后呢，好，就去到了联心医院，我们已经大概出门1个多小时了，然后骑车绕了桃园这样子。好，然后又回到中华路联心医院，一进去，护士也在，然后呢说有没有看诊？也有看诊，然后来叮咚，好，只要一插卡之后，门一打开，马上就看，因为都没有半个人。所以进去呢，是一个少年医生，好，跟木轩一样的年纪，一看就知道不妙了，因为这个医生怎样，太年轻了。说，我看这个医生还不如回家自己吃药。果不其然，这个医生说，你听一听之后说好，他这个呢可能要照胃镜才知道他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看。然后呢又说要照胃镜呢，那就要等到初5过了，就是下个礼拜1开工才能够安排照胃镜。那要不要先安排照胃镜？
啊，说好，那就先安排。好，然后医生还问说，那你还需要我们给你什么帮忙？说好，这样就结束了。说那可以开个药给他吗？他说好，但是他不确定这个药有没有效哎。哎，我不是在帮这个联系医院做不好的广告啊，只是说还是很感谢他啊，在大年初3，好，他还有在那边看诊。但是这个大臣的心情呢，就很像我在那边的心情。好，耶稣说：“你回家吧，你的孩子的病会好。”如果医生跟我讲说：“啊，回家，你孩子的病会好。”啊，你愿意回家吗？我本来还想说要不要再去找第8家的医院，啊，不过呢，啊，真的就回家。啊，回家之后呢，问他说吃完隔天有没有比较好？好，他说还是没有。好，那我们知道初5呢又继续出动，好，然后又开始去找，又开始跑一样的路线，好，就找到第3家，好，才看到有开诊。但是这个大臣他呢，相信耶稣的话。他为了耶稣的这句话，踏上冒险的旅途啊！为神的话踏上冒险旅途，请大家说一次。为神的话踏上冒险旅途。你知道每天读圣经最期待是什么？就是能够把上帝的话变成你今天的力量，把上帝今天你所读到的圣经，然后可以把这一句话变成是你要踏上冒险的旅途啊，我从这个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其实去读神学院就是一趟冒险的旅途，因为那时候呢，神学院都是要抽签，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抽签，所以我抽到的第一个教会呢，是嘉义中会，去到台南柳营，所以呢就离开我从小到大27年来都没有离开过台北市，从出生到读幼稚园，好，到读神学院，到结婚，到当兵，全部都在台北市。结果呢，抽签抽到台南，然后呢就开始踏上冒险的旅途。又从台南好来到嘉南，从嘉南去到了嘉光，从嘉光又去到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去拉斯维加斯好，然后还用过在疫情当中好，在网路好去牧养夏威夷教会。然后又从夏威夷好，又去到了台中盘顶教会，也用网络牧养的波士顿教会，然后绕了一圈呢，好，又回来嘉南教会。我回想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冒险的旅途，只因为你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让我能够去传福音，把你的话、把圣经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这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上帝的祷告，而因为这样的祷告，就开始踏上冒险的旅途。可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冒险呢？你的家人要跟你冒险呢。牧师娘喜不喜欢搬家？不喜欢搬家，所以我都威胁他：你再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换教会咯。好，然后呢，下次他可能会想不是开玩笑，好，但是呢，好，我的儿子从他出生到他20岁，好，我帮他算，从他出生到他20岁几年？20年，总共搬了几次家？10次家，哦，10次家，哦，有没有人搬家超过10次的？还没有吗？啊，有哦，我们家瑞兄很会搬家，啊，我帮我儿子算啊，平均呢，好，他每2年就要搬1次家。啊，不过还好，感谢主，好，他来到嘉南教会，好，应该可以暂时好，不用再这么频繁的搬家。牧师也期待，好，可以在这边继续的牧养，好，能够到几岁？好，到70岁退休，好，所以还有10几年的时间。但是这是我所想的，好，但是会不会发生呢？还要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当教友吗？要不要当陈牧师的教友？要不要当陈牧师的会友？要不要当陈牧师的信徒呢？要不要当陈牧师的门徒呢？有人跟牧师才做得下去啊！如果没有人跟，好，牧师就得要拜拜啦，卡棒，好，又要跑拍下宽的，又要离开了，但是呢，一定需要弟兄姐妹好一起。所以我最期待的就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为上帝的话
踏上冒险的旅途。跟你旁边说，为上帝的话踏上冒险的旅途。耶稣的12个门徒，好，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其实牧师不是期待你做我的门徒啊，好，因为在今天早上的共读，我有分享，我不是要把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教会变成自己的，然后大家只知道陈伯志牧师是谁，可是呢，不知道我们教会的长老是谁，执事是谁，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区长是谁，小组长是谁，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羊。不是在建立一个人的王国，不是要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多人，然后把羊大家都抠得紧紧的、死死的，或大家都没当主去，而是要让大家能够去使万民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也很高兴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可能上帝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刻来到迦南，也有可能会离开迦南。可是你可能从迦南教会出去离开的时候呢，你也能够去带领人读圣经，去使人听见神的话，所以神迹就会发生在你决定相信的那一刻。跟你旁边说，神迹发生在你决定相信的那一刻。决定相信的那一刻。好，当你相信上帝的话是真的，你就会跟这个大臣一样，好。我现在回去，我现在回去看我的孩子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好，我愿意冒险。好，可能如果他也有可能没有信心的说，我现在回去。好，如果我孩子的病没有好，我要开始找医生。那他可能沿路就会想，我现在还要再找谁？我要再去找别人，我要再去想办法。我现在不要回去。好，他可能还是有自己其他的方式。可是一个相信人说，我现在回去怎么样？看我的孩子。因为我知道他的病会好的，所以要回去陪他。我现在回去跟他一起，要跟他在一起，这才是信心的提升。而最后，我们看见整个信心的爆发，是一个全家信主的影响力啊。我们最后来读52、53节，请。他问他们儿子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他们回答：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热退了。那父亲想起，就是在那个时间，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的。”因此，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那时候没有手表，也没有手机啊，几点几分？但是呢，这个大臣呢，开始踏上冒险的旅途，相信上帝的话，把神的话带着，就是要走回去见他的儿子。结果呢，你看，昨天下午1点钟。所以是不是要过夜？8个小时的路，真的要过夜，所以他就回来。可是呢，他的仆人呢也出门了。为什么他的仆人也出门了呢？他的仆人要来找大臣，告诉他说：“哎呀，你不用再去找耶稣了，你也不用再去找别人了。恁囝安怎好啊啦？恁囝的病安怎拢好起来呀？好，唔免搁去找耶稣啊。其实他们不知道他已经见到耶稣，他们也不知道。”耶稣让他孩子的这个快要死的病居然好起来了，这个快要死的病好起来，所以在路上他们就相遇。相遇之后，这个大臣马上问：“我儿子的病什么时候好的？”然后他一问之下，昨下晡1点的时阵，他一看，哎，这不就是我走到耶稣面前拜托他的时候吗？所以他的相信又来到了第2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耶稣的话，他听进去相信。可是现在他又第2个层次是什么？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既然讲话有准，而且耶稣讲出来就是上帝，所以他的信心又提升。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回家做的事情是什么？告诉他的家人，我遇见耶稣。就如同安德烈告诉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谁？彼得说：“我遇见弥赛亚了。”所以，好，又像腓力去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我遇见圣经所说的那位先知，就是那位受膏者。
所以这个大臣把这2个事情连起来之后，告诉他的全家，这个耶稣伊不是普通的人，这个耶稣是亲像这个咧传福音的人所讲的，这是上帝囝，是救世主，是要来拯救世间的人。所以不是只有我相信，你们全家都要跟我一起来相信。病愈，你的病好了，只是暂时的，但是全家得救是永恒的。请大家说一次：病愈只是暂时的，但全家得救是永恒的。这个大臣的儿子，好，如果小10几岁病好了，可能活到60几、70几、80几，但是最后会不会死？会，他只是又延长了他可以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当我的岳父临终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说啊，上帝啊，让他赶快好起来。其实我的祷告一直是说啊，兄弟啊，好，让我的岳父能够好起来。所以每次看到我岳父，都跟他鼓励说啊，爸爸，你得要加油哦，好，你也跟好起来，好，你要赶快好起来哦，好，要跟我们一起过年哦，要出院哦，啊，你要回去嘉义哦，好，爱登去过年哦，啊，但是呢，也要一直看着他，到最后，上帝让我们看见说啊，他那个都要抽痰。好，要插管抽痰，好，每次抽痰呢，好啊，就会开始流眼泪，那个是反射动作，好，非常的不舒服。好，到最后一次抽痰是怎么样？他用他的牙齿咬住那个管子，不让它伸进去，那个嘎，好，就不让它再伸了。所以我们因为他都不能讲话，好，所以家人也知道说，好，不要再弄他了，好，不要再弄他，好，所以家人好全部都，好，2个礼拜前就已经签了，好，放弃气切了。放弃急救了，好，放弃这一切了，好，然后呢，就告诉他，好，现在我们就是好，他能够啊缓和安宁，好，最重要这样子，啊，果然，好，这个再剩下2天而已，好，但是当一个人的病就算好了，好起来之后，还是要去见耶稣，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还是要经历死亡的关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想要告诉大家，上帝的话说，死亡并不可怕。好，跟你旁边说，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希伯来书说，人人都有一死，每个人都会死一次，你只要死一次就好。死后有什么？审判。所以死只不过是一个必须经过的道路。我的岳父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呢，因为我的岳父呢，他是第4代的基督徒，所以在最后我想要分享我岳父的故事啊。我的岳父为什么会成为第4代的基督徒呢？就是他的阿公的爸爸，就他的阿祖，他的阿祖呢是嘉义人，那他的阿祖呢有一个很简单很好记的名字，叫做赖大鼻，所以表示他的鼻子怎样？出生的时候就很大，偌大片哦，所以他的爸爸妈妈一出生就给他叫做大片哦，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大片，他出生在嘉义水上机场的附近哦，好，但是这个赖大鼻呢，他有一次到嘉义的时候呢，听见有这个人在传福音，信耶稣今后，在东门教会。所以呢，当门骑啊，所以他从嘉义水上乡去这个东门市场的时候呢，偌大片，伊就听到道理，伊讲我嘛想要来信这个耶稣，我也想要来信，信耶稣这样好，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个渴望，也被信耶稣。可是呢，回家之后，伊就甲伊的太太，他的太太姓蒋，这个蒋成模的蒋，然后呢，张文啊，他就不要，说咱拢是亚香的呢，咱拢是拜祖先的呢，信什么耶稣？我听他讲迄个信耶稣，迄是死安怎？无人哭啦，死的时阵无人哭。其实我岳父死的时候呢，还真的没有人在哭为什么？免哭，因为我们心里面都很平安。我们岳父过世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要哭的那个哭呢，都已经觉得很平安。在他的身边，大家真的感受到很平安。信耶稣死无人哭，所以呢，伊就坚持，不爱信耶稣，不爱信。
好，但是好，这个他的太太偌大片的太太呢，他就拿一只地钩，好，知道什么叫地钩？竹竿，好，就把他的那个屋顶，好，吐几康，好，因为那时候呢，他们住在乡下，屋顶都是什么？都是这个稻草，好，吐几康啊，就把它弄破。那真正有耶稣啊，落雨天，好，这个没老雨啊呢，不会漏水这样子，好，那真正有耶稣，好，这个厝顶就没漏水啊呢，好，不会漏水。哎，果然嘉义要下雨怎样？不常下雨啊，嘉义是比较干燥啊，特别在冬天几乎都不下雨，啊，结果呢，没几天真的下雨了，而且下雨的时候怎么样？没漏水啊，好，里面没有漏水，所以他的太太就怎么样？信，好，安呢，真正我要说，好，我对你来教会，然后他们就去东门教会，好，然后呢，就在后来东门教会又去开拓了水上教会。好，就在水上教会受洗，所以在他信耶稣，好，结果受洗之后呢，这个偌大片，好，赖大比，好，他已经有4个儿子了，又生了一个儿子，好，又生了一个儿子，好，所以又生了一个儿子呢，他就把这个儿子呢取了一个名字，好，叫做赖顺听，好，台语怎么读？赖顺听，就是爱顺服听上帝的话。好，然后呢，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好，这个郑养恩老师，好，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族谱。那时候我知道，那时候已经好跟牧师娘好，那时候不知道是订婚，好，可能是订婚，好，然后呢，就用他的家族，好，好写的这个族谱，然后就去找这个赖大鼻的族谱，发现呢，他5个兄弟，好，从老大到最后这个赖顺听的这个生下的小孩呢。哇，每个都不得了，好几个是医师，还有法官，然后呢还有好几个牧师。所以当我去美国的时候呢，这些我在神学院好当研究的族谱的牧师呢，哇，终于去亲眼拜访，去他们家拜访。哇，你就是这个赖顺听的囝，好，我要叫你职工哎，好，叫你职工哎，好，跟着这个牧师娘来叫。好，那就看他们的生命故事，真的是很不一样。这个病好是一时，但是全家得救是永恒的。啊，这个赖顺听，好，他一个儿子，啊，叫做赖牧师叫什么？济公，在圣地亚哥当牧师。后来他回来台湾三自安养院，常常去看他，哦，发现说啊，他的这个生命，真的是很特别。有一次呢，在我们家族的群组里面说啊，济公好蒙主恩召了，好，然后呢，因为我这个赖牧师，他把他自己的遗嘱通通写好。我们第一次去加州去他家，他就一人发1张，好，这就是我的遗嘱，好，因为他没有生小孩，没生囝，好，他就说好啊某某某，好，出生于什么时候，然后呢，好，死于那个地方就空白。好，然后呢，他跟什么样信主，然后怎么样结婚，怎么样服侍，他去服侍什么教会，什么时候退休，好，然后呢，有一天，好，这个金伯就说啊，济公去兄弟吃顿去啊，然后就在群组上面把他那个遗嘱呢照片po出来，好，po出来说，哦，这就是济公他的遗言。就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另外一个济公说啊，没有了，他没有死啦，好，然后赶快又收回这样子，就到现在，好，还活着，还活着。啊，反正我岳父哈比他还早蒙主恩召，啊，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信主的人呢，啊，真的是上帝的祝福。全家要信主，啊，的关键要有一个人先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好，所以全家信主的关键是什么？只要一个人先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如果你的刚才举手，你还没有举手，还没有全家信耶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先相信上帝的话，你要让上帝的话真的成就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呢，你要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他是一个行神迹的，这是最粗浅的。第二个是他是上帝的儿子，是要拯救世人的，要救全世界的人。当你的信心有到这样的层次的时候，你会小改压缩。介绍耶稣给你全家的人，让他们都来信耶稣啊！
所以耶稣所行的二个神迹，我们看见信心的抽离，就是当家人的性命跟你的政治的性命相冲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家人的性命怎么样比较重要。我的岳母也曾经买过台积电股票，但是他说哇，他很早就卖掉了啊。但是呢，当我岳父要走的时候，就算他有没有台积电股票，要不要紧？都不要紧。他的头脑里面会不会想说啊，我的台积电股票卖掉了，好可惜哦？会吗？也不会。一个人你在世上最看重的时候，如果你命都没有了，你会发现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跟你的家人好好在一起，要道谢，要道爱，要道歉，好，最后才能够好好的道别。你要好好的看重你的另外一半。不要像坐在这边每天看报纸、滑手机的这个男人，然后垃圾呢，然后呢事情呢都让女人去做。上帝创造女人配偶是要怎么样？帮助她，但是不是做她的奴仆，不是做她的奴隶，是要帮助她更好，帮助她会拿扫把，帮助她会拿抹布。好，我的太太超级会帮助我的。帮助她会做家事，这就是这个姐妹要来帮助她的弟兄。而信心是我们不是要看见才相信，而是要先相信就会看见。所以你要先相信，你才会真正的看见。如果你总是要等，我一定要像多马，约翰福音我们最后看到多马，我一定要看见，而且我还要碰，还要摸到。我一定要手还要摸到他的这个热旁腋下的时候，我才要相信。结果最后多马说，看到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只有讲了一句话 ：“Oh my God， 哦，我的主啊！”他真的是被吓到了。我们不要那么 T， 等到耶稣都来到你面前，把他手上的钉痕都给你看，来，你来摸看看，来，你手来伸进来伸看看。复活的耶稣，他不是要我们看见，是要我们先相信，你就会看见。而我们要信心的提升，就是要为上帝的话勇敢的冒险，每一天把上帝的话带着上帝的话走出去，行出来，让上帝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最后影响你的家人。你的家人现在成绩很好，课业很好，可是将来有一天，他如果没有信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耶稣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最大的遗憾。可是当你全家都在神的里面，不管他人生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都不再会有遗憾。马可福音第9章说，在信的人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父亲啊，另外一个父亲他的儿子快要被鬼附啊，非常的惨啊。就好像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个妈妈，她的女儿非常的惨，她来拜托耶稣，耶稣啊，救救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每次被鬼附的时候呢，口吐白沫，魔鬼怎么样欺负他，让他倒在地上翻来翻去，滚来滚去，好可怜，好可怜！你的门徒为他祷告，鬼都赶不出去。但是耶稣说：“哎，不信又悖逆的世代。”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你们只相信神迹，却不能够相信圣经。圣经已经讲得这么白，讲得这么多，讲得这么清楚，神让耶稣来到世上救一切的人。只要你相信耶稣，你要口里承认，当你祷告，耶稣就能够成就。耶稣的一句话，你的孩子的病就会好了。这个父亲有听有懂，也有没有懂。他说：“耶稣啊，我信，可是我信心不足，怎么样？求主帮助我。”耶稣说：“你只要有一颗信心，就算芥菜种的种子这么小，但是这个信心将来也要长成像一棵树一样。这个信心是会长大的。”所以耶稣就把那个孩子叫来，然后呢，只用一句话，那个鬼就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和姐妹，
今天耶稣也要对你说，你要把耶稣的话带回去。你要不是只有十字架带回去，你要把耶稣的话带回去，让耶稣的话跟你一起走这32公里的路，让耶稣的话跟你一起走人生最困难的挑战，带到你的家中。不要怕你的信心微小，就是只要有信心，对神的话有一个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可以吩咐这一座山移开挪开此地，甚至还可以投到海里面去。而更重要的是，你要相信你的全家都必得救。你一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上帝要使用你在你的家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为我的家庭来向你献上祷告。特别是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领受这一份从天而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主啊，这个时阵，我们为着我们的厝内人，搁一摆向主来恳求。今日我伫遮所听的道理，就是主你的话，你若讲出来，这个话就的确要成就。主啊，求你互阮甲阮的全家，拢会当来信耶稣。不是只有相信病好起来的这个神者，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已经为着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耶稣要救阮的身体，也要救阮的灵魂。耶稣更要救阮的性命，互阮当得到永远活的活命。阮无惊这个世间的病痛，也无惊这个世间的死亡。我们不害怕死亡，因为我们真的相信，在天上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有永生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带着信心回去分享给我们的家中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知道，相信耶稣，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我们，叫相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不会在这跟着世界灭亡沉沦，而是我们会在天上享受永恒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祷告，也来敬拜我们的神。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对主说，主啊，用全心全意来相信，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
的主耶稣，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为我们的父母亲、家人、弟兄姐妹来感谢你。我们要再次为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还没有觉知的家人来祷告。主啊，或是他们今天虽然已经受洗，但是很久没有到教会。主啊，我们是家中的见证人，我们要怎么样来坚信你的话语？要怎么样活出你的话，在每一天当中，就是非常的重要。主啊，求你的神迹不断的在我们每一天当中来彰显。愿你的话语真实的与我们在生活中相遇，让我们把你的话分别为圣，因为知道只有你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能够让我们全家人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荣耀。主啊，特别为着这些家中刚硬的心，或是还不愿意相信的心来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对他们来说话，也求圣灵来动工，打开他们的心门，因为耶稣正在他们的心门外叩门。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兴起环境，兴起更多的基督徒，为他们来守望，为他们来祷告。主，我们相信我们的全家都要得救，我们的全家都要来相信你。你要使神迹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使神迹让人能够把眼光从世界转向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再一次赏赐你的同在，赏赐你的祝福，特别是久用尽的夫妻、久用尽的家庭、久用尽的关系上面，主啊，求你赏赐神迹。主啊，特别是全家当中，求你赏赐神迹。虽然我们的信心微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求你帮助，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奉献。今天是妇女主日，我们要特别为中会的妇女事工部来奉献。那奉献袋就夹在我们的周报，请我们的兄姐一起来关心奉献。感谢俄勒上帝，相信准讲当阮一个人经历你的话语，
你嘛用个，互阮全家伙拢用个信靠你。主，阮感谢你。啊，今仔日，阮为所有的福林人来感谢你。啊，阮所关心的，就是阮的囝儿女，关心的是阮规家伙的人。求你来祝福阮所有的规家伙的人，拢用个我靠你，阮也毋茫用个食做你智慧的福林人。多谢你，也毋茫用个较济囡仔拢来到教会来经历你。阮也将阮的奉献交伫你的手中，毋管是金钱，也是阮的快乐时间，拢用个互你所使用。感谢俄罗主，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好，我们要来宾介绍。请问今天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吗？好，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做礼拜。好，接着下来。好，今天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非常感谢我们的妇女团契，我们的姐妹们一起来参与服事，那也谢谢弟兄姐妹们的奉献。然后接着这张是我们刚刚加进去的哈，那我们今天的那个主日礼拜是我们的设计，牧师，我跟你们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干事哦，这个叫什么？一凡他加班出来的。非常多张哈，然后呢，我们的同工呢就丽珠啊，就去。今年是什么年呢？我们要不要万马奔腾？我们迦南教会要万马奔腾，你的家要一马当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设计了一个打卡区，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就在我们的咖啡厅，就在我们的这个墙的那边。所以呢，大家等会呢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拿这些打卡单打卡板，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小组或你个人，我们就在那边打卡，好不好？好，我们有全家信主，以马内利，感谢主哦。好，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真的很用心在设计今天的礼拜哦哈。好，再来是财团法人董事会的报告，在这个礼拜四3月5号的晚上20点15分，我们在8楼的会议室，不管是新任或旧任的董事，都请您按时出席，好吗？然后旧任的董事要提前在7点半出席，旧任的哈。好，第二次的圣礼典就在下个礼拜3月8号。那我们3月7号的下午3点，我们要召开第582次的小会，请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们，那请记得哈，我们在3点半的时候要到501的会议室要来问道理。那请有受洗的那个弟兄姐妹的小组长，那个时候要再提醒他们，好吗？好，再来台语罗马字招生哦哈，我们在几月几号要开始上课？3月21。有没有费用？500块。有哦，我们要交学费500元哦哈。那详细的情形在周报的第2页，请大家踊跃来讲台语好吗？好，我怎么都是为你们好吗？你们也很乖哈。都会问后不后？在哪哈？好，敬拜部门的会议就在今天，就在这个主日的1点，我们在602教室，请同工准时参加1点哦哈。好，再来333祷告会，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祷告会大家有没有参加？哎，我真的觉得亲临现场很棒哎，真的那个氛围很好哈。好，我们这个礼拜3月4号的祷告会主题是什么？为婚姻与伴侣祷告。我在很早以前我就听到有一个女牧师说，你必须要，那时候我的小孩子还在4岁，他就已经讲说，你们知道你们现在不是只是为你们的4岁小孩子祷告说身体健康，你必须要为你的4岁、5岁、6岁、7岁的小孩就开始为他的婚姻伴侣祷告。你们觉得听起来很怪，对不对？因为你的孩子的另外一半，他未来的另外一半，现在在4岁、5岁或3岁、2岁。他需不需要在一个正常健康的家庭长大？要，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大开眼界，原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为孩子的婚姻的另一半祷告，不是等到30岁、40岁的时候。对，好，请兄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333祷告会。好，客服班我们在3月3号开始要在303的教室，那我们的对象是什么对象？国1到国3。那我们的辅导科目是什么？
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好，欢迎我们来同学来参加哈。那也邀请你的社区邻居都一起来参加。那我们也欢迎你来推荐宣传了哈。好，再来鼓舞亲子班的体验课。体验课是什么意思？对，重点在这里，体验课就是不用钱哈。那所以呢，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哦。是父母孩子一起是亲子的体验课，在3月14号的早上，礼拜六早上10点。那我们要跟谁接洽？对，跟我们的总干事木轩总干事接洽哦，哈。好，再来装备课程 A1、A2， 刚刚牧师已经讲了，我们在3月14号就要开课 A1、A2 哦。那 A3 在3月16号，那这一次呢，我们的 A3 可以怎么样？可是我们还是要说，亲临现场会更什么？更好哈。好，那我们每一个阶段的课程，我们有没有报名费？我们有没有费用？有哦，多少钱？300。对，好，截止日期是3月12。赶快跟上我们的这个装备课程的列车，好吗？好，生日助学金开始申请了啊。那我们的，请申请的人要附上成绩单，好，那我们要就是114年第二学期的成绩单，然后交给谁呢？交给我们的干事哦，哈，那截止日期是3月22号，哈，请留意。好，约翰福音圣经共读这个华语哦，我们是在3月22号开始到4月7号，我们已经开始了没有？哇，真的很厉害哦，牧师很厉害哎哈。好，每天的早上几点？好，那我知道有几位小组长蛮辛苦的，你知道吗？他那个小组长打电话，小组员打电话说啊，那个变那样，我们都弄袂哩，无办法入去啊，那应该都好势，就那 Google Meet 都袂晓入去，啊，袂晓入去安那？哇 YouTube。我们的小组长就赶紧7点马上放 YouTube 给他们，啊，你看有无啦？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一直来骂小组长，小组长就辛苦哎，我不跟你骗的哦。好，赖静怡牧师娘的父亲赖兆明长老蒙主恩召，2月27礼拜5晚上，2月27蒙主恩召哈，安息主怀，享受是77岁，愿主安慰的灵与遗主同在。好，再来一个是竹中松年部北区讲座，3月19号礼拜4 9点到12点，在哪个教会举行？洪恩教会。那它的主题是高龄资产规划暨如何防诈骗。要不要学习怎么样防诈骗？对，你不要认为学历高就不会被诈骗哦，哈！我们的讲师是吴文仁牧师，请记得大家吴文仁执事，对不起，吴文仁执事。那我们在3月8号前要向舒清长老跟美英执事来报名，每一个人的报名费是100元，好，欢迎中年部的人一起来参加。再来下个礼拜就是过来，不是下个礼拜就过来这个3月7号世界公岛日，我们已经报名哦。我本来那时候的心里面是觉得我们希望能够有50位来参加，结果我们超过50位报名哦。迦南教会棒不棒？棒！再一次，迦南教会棒不棒？棒！而且是弟兄姐妹都一起报名，真的非常的感动。这绝对不是只有妇女来报名的哈。好，请报名的人当天要记得是9点50分前要入座，因为我们10点就开始，尽可能在9点半就开始进入，好不好？在桃园基督长老教会。好，来，牧师好。牧师在这边补充几件哈，好，就是我们要再次来感谢今天妇女团契在妇女主日的服事，我们先拍手来谢谢这些妇女们。那我们除了教会有妇女团契，好，今年还有松年团契跟社青团契。好，那每一个契友呢，在6月底以前呢，都可以成为今年度的契友。好，那我们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会来做选举明年的团契的干部。好，所以你只要在今年6月底以前加入团契的，好，都是有效的契友，好，可以来参与选举。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教育协会的会员在4月底以前，好，欢迎大家继续能够踊跃的来参加，好，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好，来做我们教会的侍奉部还有侍奉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松年大学，好，即将要来开课开学，在下个礼拜，好，那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跃来邀请。那在今天呢，好，我们的教会下午2点，好到4点，在我们的主堂2楼有50高中的毕业生的团契，好，他们有一个合唱团，
那他们临时好借好的场地不能用，好，然后临时来借用我们江南教会的场地，好，所以我们如果你是武陵高中的校友呢，好，也可以来免费来参加好武陵高中的毕业生的合唱团，好，那他们会下午2点到4点，好，在我们教会的主堂49号2楼，好，有音乐会，好，那是免费自由参加。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有爱餐，好，有爱餐。因为我们的爱餐11点半才会开始，所以刚才牧师也故意要讲久一点，好，不然大家都跑掉了，好，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开始，这个月开始，我们把我们的爱餐的数量都有增加，好，所以也是一样，好，提醒大家，好，我们的爱餐是每个人20块钱，好，那然后呢说完为止哦，好如果我们最后有剩下的，我们是可以在12点半以后，好，一样1份20块，你可以买回去。但是在12点半以前呢，是每个人只能够有1份，好，只能有1份。好，最后呢，我要补充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牧师身上挂这个牌子哦？好，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牌子啊？好，这个是一个好，如果近看的话，它是一个台湾百合，好，台湾百合。好，那这是我们昨天参加新竹中会的228的礼拜的时候，好所发的。好，就是说我们在这个228纪念日，好，今天还是228的连续假日，好，但在228当中。好，最重要就是要有台湾百合的生命力，好，就是能够坚韧，而且能够纯洁，好，而且能够和平，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台湾，好，是一个像台湾百合这样的象征，好，是一个跟这个土地，好，跟这里的人，好，都能够有上帝的公义、纯洁，好，让我们都能够纪念228，好，这79年，好，因为我们明年就要来纪念80年啊。好，所以228的40周年的时候呢，好，我们台湾才开始解严。所以这40年来呢，我们台湾解严的发展进步呢，好，不是要忘记228，好，而是要认识228。好，像101的董事长，他也因为这个林宅血案，他才真的好好去看什么是228。我相信很多人都跟这个贾永杰董事长一样，好，还不晓得什么是228。可是当你开始去学习，去明白，才知道说原来人性当中有这些的事情会发生，但我们要怎么样避免？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公民？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台湾，让我们的社会更好。好，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都是台湾百合，我们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我们都是台湾百合，我们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谢谢。读今天的本周的金句，让我们台语一次，华语一次哈。约翰福音4章54节，请。这是耶稣对犹太来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2个新讲。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所行的第2个神迹。约翰福音4章54节。好，我们要来唱祝福的诗歌。等一下，前面一页。对，好，祝福的诗歌是既醒天杯万感谢你，信息395首，咱起立吟全首。对主不会
受。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心的感动、安慰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伫地，互恁会当听见主耶稣的话，相信主耶稣的话，也当活出主耶稣的话，互恁甲你的全家拢会当来信主耶稣，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默祷。欢迎大家到打卡区拍照。